12月9號禮拜二，以賽亞書35章8至10節，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，就是一條路，稱為聖路。污穢的人不得經過，是專為走路的人預備的。愚昧的人也不會迷路。在那裏沒有獅子，猛獸也不經過。在那裏他們未現蹤跡，只有救贖的民在那裏行走。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，歌唱來到錫安，永遠的快樂必歸到他們頭上，他們必得着歡喜快樂，憂傷嘆息盡都逃避。默想主題：走在神聖的路上。默想內容：細讀經文，讓經文喺你嘅腦海當中化為圖像，想象自己走喺神聖嘅道路上。喺呢條道路上有其他上帝嘅子民，眾人一齊歌唱，歡樂前行。喺你成聖或者朝聖嘅路上，有冇獅子、猛獸喺路邊？有冇邊啲嘅事令你憂傷嘆息？呢啲嘅事想要打擾你同主之間嗰種嘅喜樂呢？讓我哋開口或者喺心裏邊唱誦一首讚美上帝嘅詩歌。今日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就剛才喺默想當中所思所想，我哋同主所交談嘅一切。呢一刻，上主呼喚你嘅名字，問你：你要什麼？你會點樣去回應呢？將呢一個嘅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吸氣嘅時候，呼喚你對主嘅稱呼；呼氣嘅時候，呼出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想起任何嘅禱詞，你可以參考以下嘅內容。吸氣嘅時候話：慈愛嘅主。呼氣嘅時候，心裏邊想住引導我走。慢慢順住呼吸，重複輕聲誦念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